主啊，2025年10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的威严令人畏惧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西结书25章第1到第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5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阿文人讲有言攻击因，甲因讲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圣殿受亵渎，以色列的土地趴荒，犹大人受放逐的时，恁竟然讲：哈哈！以色列人嘛有这一日哦。所以，我要互东方来的民族征服恁，占恁的土地做因的产业，因要伫恁的土地扎营定居。食恁田园的出产，啉恁羊群的奶。我要互拉巴城变做骆驼的牧场，互阿文人的地成做羊群倒地休困的所在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因为恁充满怨恨，看以色列地受灾难做欢喜，手拍扑仔。骹着跳，所以我要伸手攻击恁，甲恁交互列国做俘虏。我要对万民中甲恁消灭，互恁对万国中消失。我要除灭恁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的威严令人畏惧。阿文位伫约旦河东岸。巴拉城就伫现今约旦首都安曼附近。阿文人祖先的血统源自罗德，罗德是阿比拉罕的孙仔。因为安尼，阿文人和以色列人伫血缘上同属闪族，但是伫历史上却演变成互相敌对的势力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路过阿文人和摩押人的地盘，阿文人不但毋帮赞，反倒顾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因为安尼，申命记23章第1节到第2节明文规定，阿文人的后代不得进入上主的圣会。伫大卫的以色列联合王国时代，阿文人信服以色列王国分裂了后，阿文找到机会脱离以色列，成做独立国家。阿文和犹大、以色列同款，拢是迦南地的小国家，政治立场经常对着周围强权的经济摇摆不定。犹大王约雅敬当政的时，反叛巴比伦。阿文选择徛踮犹大的对立面，加入巴比伦发起突击犹大的联盟。西底家做犹大王的时代，阿文人来甲犹大商讨要安怎反抗巴比伦的统治。结果，阿文甲犹大的命运大不同。阿文人幸运逃过巴比伦的天罚。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，犹大政权瓦解。阿文人乘机入，企图左右犹大的未来。当时，巴比伦王任命基大利做犹大的省长，阿文人却背后支持一位封家后裔以实玛利。后来，基大利伫米斯巴被以实玛利暗杀，民众并无起来反抗巴比伦军队，以实玛利只好逃到阿文避难。先知以西结指责阿文人看见犹大遭受巴比伦征伐的时，
踮伫边仔徛关山看马相踢，赞声话好。因为安尼，先知预言阿文也要受东方部族的攻击，土地被占领，巴拉城要成做放牧的草场。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后来尼布甲尼撒出兵攻击阿文和摩押，阿文人受掠离开故土。东方的游牧民族趁机入占领阿文人的土地。历史的演变，毋是世间人通掌握的。相反，是甘地的小国家阿文人看到犹太被灭国，竟然鼓掌话好，趁机将过去对犹太的不满完全宣泄出来。竟毋知阿文就摆踮犹太的后面，将遭受相款的毁灭。无共的是，以色列人紧抓上主选民的信仰传统，落尾通起死回生，无受时代的乱流吞没。无任何国家、民族会当逃脱上主的审判，只有回归上主，才会当存活。默想，台湾面对现今国际冲突的局势，要安怎才会当化危机变做转机？台湾面对现今国际冲突的局势，要安怎才会当化危机变做是转机？咱来祈祷，掌管历史的主上帝，数百年来，台湾人一直伫苦难的中间成长。感谢你伫160年前，呼召宣教师将福音种子压踮这个美丽岛，搁引进西方的文明。恳求你继续眷顾，互台湾伫国际危机中会当追求真理和正义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相合行，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